喺中國北方嘅遼闊草原上，蒙古族嘅牧民亦都被另一種流淌嘅美味滋養着。9月下旬，烏珠穆森草原已經冇晒綠色啦。曼克同埋佢嘅屋企人要揸緊時間啦，因為佢要喺嚴冬之前做呢場最後嘅放牧。草原嘅深秋充滿咗寒意，乾燥嘅牛糞可以令到爐火燒得更加旺盛。奶茶永遠係早餐嘅主角。磚茶、黃油、炒米同埋鮮奶係做一鍋奶茶最重要嘅成分。奶豆腐係幾日之前做好㗎喇。草原上面嘅人離唔開奶茶同埋奶豆腐，無法依靠蔬菜同埋水果嚟補充維生素同埋礦物質，都可以喺呢一度得到。草原係有神奇又化繁為簡嘅能力。木犢係曼克嘅牛，正處於哺乳期。媽媽想要喺母牛上面得到鮮奶，就要先過小牛呢一關啊！鮮奶已經唔似天氣暖和嘅時候咁容易發酵啦。媽媽要找緊時間去做佢嘅酸奶豆腐，作為漫長冬天嘅儲備啦。表皮嘅酸奶油要好小心咁樣拔出嚟，呢一部分係好珍貴嘅。牛奶發咗酵會結成塊狀嘅凝乳。蛋白同埋乳清會喺火力之下分離開，乳清係唔會被浪費㗎，因為佢哋好適合愛嚟餵牲畜。做奶豆腐係需要不停咁攪動啊，咁樣個奶團先至唔會黐底。最後等到乳清徹底被煮乾嘅時候，奶團就要趁熱咁樣倒入個模具裏邊嘅啦。曼克將新鮮嘅奶豆腐最先遞到俾爺爺，因為嗰部分係最好食嘅。一直向南幾千公里外嘅雲南，幾乎係同樣嘅情況。粗重嘅木塊被靈活咁樣運用，一個光滑嘅牛奶團，好快就被猜咗出嚟啦。三兩下手腳，呢個牛奶團就會被拉成薄片，捲上牆上面嘅竹架。喺遠離北方草原嘅雲南大理，白族人用相似嘅手法嚟轉化呢度嘅牛奶。乳腺被放到屋裏邊風乾，就好似掛起咗巨大嘅風鈴。喺800幾年前，忽必烈時期嘅蒙古人遠征到雲南，定居呢度嘅蒙古人
亦都帶來咗遙遠家鄉嘅奶食品。佢哋唔會諗到呢一種轉化嘅手法一直被流傳落嚟，生機勃勃。媽媽從木盒裏邊取出已經結實嘅奶豆腐，風乾咗嘅奶豆腐可以保存好耐。佢哋唔係經常食肉，因為牲畜太寶貴啦。各種奶食品幾乎成為草原上面嘅主食。呢間係位於北京市區裏邊一座大型嘅蒙古餐廳，美味嘅烤羊背成為食客嘅首選。佢好容易就會令人聯想到草原上邊嗰種粗獷嘅生活方式，但係對於嗰啲身處草原腹地嘅人嚟講，呢啲奶食品先至更加貼近佢哋原本嘅生活。曼克3歲嘅時候就冇咗爸爸，由細就跟住爺爺學習放牧。爺爺講俾曼克知道，要做一個好嘅牧民就係最好噶啦。手持套馬杆，終身一跳就上到馬背。曼克覺得自己充滿咗力量。草原以外嘅地區，游牧被農耕取代。我哋冇條件大規模咁樣去放牧牛羊，有限嘅土地首先會被用作耕種。乳製品最後唔可以喺中原嘅廚房佔到一個席位。農耕文明中嘅人，轉而將目光投向咗另一種植物資源，去獲取寶貴嘅蛋白質。農民另闢途徑喺植物範疇尋找蛋白質嘅供應，咁樣對歷史上缺乏肉食嘅中國人嚟講，既係智慧，亦都係一種幸運。喺浙江天台山嘅古老寺廟中，啲僧人正準備開始佢哋一日之中最重要嘅一餐。修行者嘅食譜全部係素食，修行嘅生活亦都好清苦，即使係用餐，亦都係一種功課。事實上，只有中國嘅漢地佛教先真正將食素作為一種戒律來遵守。
呢個戒律深刻影響咗1000多年之間中國人嘅素食傳統。來源於植物嘅豆腐，既符合嚴苛嘅心理戒律，同時亦都能給予身體所需要嘅營養。喺蛋白質嘅供應方面，大豆食品係唯一能夠媲美肉類嘅植物性食材，對於素食者嚟講係相當完美。中國嘅豆腐喺清寡中暗含咗某種精神層面嘅氣質。古人稱讚豆腐有和德，食豆腐嘅人能安於清貧，而做豆腐嘅人亦懂得順其自然。安徽南部獨特嘅地理環境同埋溫潤嘅氣候，促成咗啲人恬淡保守嘅氣質，亦都孕育出特有嘅食物。呢啲附着白色菌絲嘅奇特食物，佢哋其實係豆腐。仲未到可以大量生產嘅季節，方興玉嘅毛豆腐奇貨可居，喺中午之前就會賣晒。豆腐上濃密嘅絨毛帶俾人豐富嘅聯想，例如動物。呢度的確有生命，白色嘅細絲係毛微菌嘅菌絲，係佢哋賦予豆腐新嘅活力。好難想象呢啲食物係如何誕生嘅。而家方興玉將豆腐坊嘅大部分工作交俾咗大女。作為家中嘅長女，媽媽將佢同豆腐坊嘅未來聯繫喺一齊。喺餐桌上面，一家人陸續咁進入同埋離開。最後翻嚟嘅係姐姐，妹妹要陪姐姐食完呢一餐凍晒嘅飯。我就希望他不要一直做下去，不要像我媽一樣。對於媽媽同姐姐嚟講，生活嘅好多部分已經同豆腐坊聯繫埋一齊啦。
馨玉係唔會喺濕熱嘅夏天做毛豆腐嘅，因為喺悶熱潮濕嘅天氣，好難控制豆腐發酵嘅進度。但係喺其他嘅季節裏邊，非洲溫潤嘅環境更能引導微生物發酵得恰到好處。方禧勇希望同呢度有關嘅一切，自己嘅女都能夠學習同埋領悟到。呢啲絨毛係微菌，酵母菌同埋細菌是否能夠和諧生長嘅指標。呢啲直接關係到發酵嘅進程，以及最終味道是否鮮美。懂得美食嘅非洲人係毛豆腐。菌之間細小嘅顆粒係散落嘅孢子，嗰啲係毛豆腐成熟嘅標誌。聰明嘅中國人對呢啲微小生物嘅運用得心應手。事實上，呢種轉化嘅智慧喺更為久遠嘅年代裏邊就已經栩栩生輝啦。